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甲咱依然之声少年人的现疑广告电台。刷到咱就继续甲这个林律师来请教。恁律师若是要开庭的时阵，咱爱做啥物工课啊？爱准备啥物物件啊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律师。律师开庭哦，按规定，律师若是开庭，爱穿一个叫做律师袍，一个袍子的物件。亲像法官嘛是爱穿法袍共款。就是你若看电视，若是看到那种英国的英国剧啦，英国的法官是要戴迄鸡头帽嘛，阮就是爱穿律师袍，毋过我毋免戴迄鸡头帽啦。因是安那要见迄地头嘛？香港嘛爱戴迄。因为香港是英国殖民地，英国的嘛，嘿啊。毋过因是安怎要戴吼？恁大家去 Google， 我惊我讲毋对。你听的是倒一种嘛？你听的是倒一种？你是讲你听的是倒一种？毋是，就是因迄个年代啥有诶无诶，有诶就是讲要宣判的时阵，佫要摕一个金仔放伫头顶，因为这个世间敢若会就上帝会当上审判人，嘿啊，就是普通人袂当审判普通人，所以就摕这个金仔甲头抵咧，表示讲哦，甲这个上帝会一个实礼，我就是摕着这个权柄，借伊力量，摕着伊个权柄，来宣判你的罪行安尼，敢若是安尼啦，我听着是安尼。可能是安尼吧，我其实嘛无啥物较。律师一定爱穿律师袍是安怎咧？咱的政府是安怎会规定这？我嘛毋知影呢，就是一定爱穿啊！无你若是无穿，你袂使入去呢，你袂使入去开庭呢。若是你袂记查，有一摆我是袂记查。袂记查就袂使入去啊？袂记查，你爱去招，迄法院会使招。会使招会使招会着。毋过迄可能足侪人招过啊，所以有淡薄仔臭臭啦。无我来做这生意好啊，招一间200块呢。无伊法院有免费啊，佮甲你招咧，佮200块。我就洗甲新鲜啊，互恁招。你较芳的啦。对啊，对啊。穿了咧，去内底了咧。去内底了，你就是其实阮是用坐的，阮袂徛，阮袂行徛开，激动的时阵，敢歹徛起来？激动的时阵，法官，你啊你！嘛是足少，我嘛是有看过有人就是就讲啊足激动的要徛开，毋过法官就是会叫伊大律师，你较冷静的，你坐落来就好，坐落啊豆豆讲就好。你讲你对面迄边的律师，激动啊，叫伊气着安尼。我嘛是互伊气着。是啥物案件互恁遮气啊？无啦，敢会气的？一般来讲，阮通常啊，拢是好好啊讲啦，袂讲到遮尔啊激动啊。会讲啊足激动的，有一个状况就是董事长有来，伊要演互董事长看。安尼伊要演互董事长讲你看我就拍拼的，你看安尼讲到嘴啊口塌。对方的律师哦。嘿，这就是无吼，若是拢是律师来尔吼，就是较冷静啦，无袂。冤家的状况较少啦，就是一般来讲，阮就是坐伫坐位顶悬冷静的讲阮的主张，互法院听嘛。若是法官有啥问题嘛，甲阮问，阮嘛是甲你回答。无亲像电视遐尼刺激啦。除非就是讲吼，对方。真正是我真正听袂落去啊！我才会讲较激动，无就是阮董事长有来，我才会较激动啦。无拢平常时大家拢是好好啊讲话，冤家的真正较少啦，真正的。律师敢会甲法官冤家？有时阵嘛是。啥物状况会甲法官冤家？法官听无阮咧讲啥，法官嘛是，因可能阮讲诶，法官无相信。无相信，你就摕证据出来，互伊相信啊。法官就是感觉阮黑白讲话啊，毋过毋是安尼啊。阮感觉阮准备做充分的嘛。法官就是感觉。你嘛感觉你的迄个主张是对的。委托人嘛是真正无做。无做，嘿。法官就是伊无遵守无罪推定的原则啦。就看你的迄个人，迄个你就生迄个。感觉吼，
剃一个阿字头安尼，啊，搁恰亮恰红啊，你莫搁讲啊，你一定就是安那对啊吼。即款法官即马搁真济。真正嘛对，即款法官即马真正搁真济。啊，毋过我有听过一种法官，就是伊会看即个社会概站。看年纪、看年龄，伊会知影讲，即个人其实伊对法律真正会了解的程度伫倒位。参像有一寡即个较有年岁啦，还是讲阿公阿嬷啦，伊可能是桥倒摆逆向行驶啊，拄安那，伊就是伊真正都毋捌，伊就会开一寡时间，好好甲讲，你即马转去，你爱传。一项物件、两项物件、三项物件，互你2礼拜时间，传好了，咱后2礼拜后过来开店，过来重新成立。我有看过即款较有耐性的啦。有嘛是有啊，法官就是八种嘛，人嘛八种嘛，所以较有耐心，我嘛是有拄过啦，就是人真好啦，伊会好好啊，甲当事人讲，因为你看，若是当事人无请律师，有一些是法律的用语嘛，当事人嘛听无。法官有一丝仔法官真正是伊拢袂解说呢，当事人听无，伊足惊，佫听无，要安怎回答？对，系啊。用即摆现代人的迄个语言程度，或者应注意未注意，伊可能拢听无啥物意思哦。佮加上伊足紧张，伊第一摆出庭嘛。对啊。系啊，包带领要命。紧张听无就是足恐怖的，所以若是毋过嘛是有人就是请袂起律师嘛，即嘛无法度。而且即摆出庭拢是用电脑对无？就是看一个电脑的 monitor 啊，书记官就卡，伊拍随拍，随拍，啊，你就看顶头敢有拍毋对，拍毋对，你就通提出来讲，你这拍毋对啊，安尼。对，所以讲话时阵嘛袂使讲伤紧，因为书记官无一定拍足紧的，你爱豆豆讲，互书记官有。敢袂使讲，我拄则讲了，我看伊拍出来，讲我想要改。会使。即个改，我就有一个问题，即个我讲。歹势，我这想要改，毋是5工，是500工的时阵，法官会想，因为我这个改就讲，你可能有问题。伊会听你若是一当中，你就是讲500改500工，毋过书记官听毋对，写着5工，你会使改。若是我直直讲500工，我可能要甲改5工。安尼就袂使，法官会甲伊问说，你下段毋是讲500工？若是你讲的甲。你看安尼，大家就足惊啊！就是你莫黑白乱讲啊！我就去惊啊！你讲若是无小心讲毋对，会使体谅啦，会改啦。敢有讲有改啥物次数的限制有无？无，若是伊写毋对，当然会使改。所以你爱注意看，迄笔录敢有写毋对。若是甲你讲的意思无共款，你就来爱。立刻甲书记官讲啦。我刚会使甲书记官讲，你这无拍台文，我无要。你爱拍台文，爱注罗马里，爱音标，但无我无爱。袂使哦，我想讲即部若有效，就后摆就用即部就好啊。袂使，阮法定嘛是拢是讲国语啦。袂使讲要求一定爱拍台文。咱这个国家语言整体法典方案，后摆爱考虑咱法定爱拍台文咯。即马讲台语，因为以前拢是你来法庭，你就是爱讲国语啦，系啊。毋过若是真正袂晓讲国语，法官嘛是会使体谅啦，嘛是会使讲台语。无啊，我看迄个包大人，包大人，偌久进前讲台语，但细米，偌久进前啊。那你咧做这个律师的工作时阵，有啥物代志是你印象较深的啊？有啥物案件？较深的案件，因为我自我熟悉，敢若就无听着讲你有迄落台人帮会款案，你敢无接过？台人帮会是无啦，拢是啥物毒品啊？毒品。诈骗啦，还诈骗啦，诈骗请你是学道律师，以前啦，文森佐，其实我处理过足侪案件，我印象拢真深啦。嘛毋是讲即个案件是偌恐怖啦，偌厉害啦，真恐怖。我感觉是当事人呢，你若是我处理了后，然后伊真正是带着一个很感动的眼神，就是
甲我真正精心的说多谢。迄是啥物款的案件？像离婚啊，然后因兜可能那个遗产啊那种的，就是跟家人之间的嘿民俗啊，嘿啊，迄种的。啊，嘛有一个印象真深，就是一个李专，我分享这个案件好啊。就是李专就是银行咧做代志。银行的李专，伊骗家己的客户，啊骗10几单要20单，拢无人发现。骗20单，买20单啊，才有人发现呢。啊骗，你讲你有看卖骗偌济？300块。啊，无可能。骗3亿呢，3亿外呢！哇塞，这个人客真好呀！有5-6个人客啦，哦，5-6个人客。啊，毋过5-6个3亿呢，拢无发觉，20单才发觉，迄就是钱伤济。我即满若10块无去，我拢心肝拢咧。这所以印象也真深，毋过我感觉最厉害的是，伊是一个人骗的，毋是讲有。迄个有人斗相共甲伊骗，啊！你是替即边受害者咧做，还是迄边？我替比格啦。你替咧专哦，黑道律师。啊，伊尾仔是有通判刑无？有，伊尾后是互判11档。哦，啊！你甲用到的变死刑了对？无死刑啦。就是我是感觉伊真正是嘛是足厉害的，因为你互一个人遮尔啊信任呢，啊信任到会骗个3亿外，拢无发现，我嘛是感觉真正是足厉害，我嘛是淡薄仔佩服伊啦，啊毋过伊上尾啊嘛是互判刑啊，所以吼歹路嘛是毋通行啦。讲到即个案哦，其实我嘛有经验的，就是讲较早阮母啊吼咧开一个迄个教人迄主家比的迄款教室。啊，阁有一间，阮朋友嘛是甲租一间迄个放酒的迄个仓库。啊，即两间其实是甲共一个迄落，伊算是产业投资公司，算拢共的就对啊。啊，迄共的是其实一个家族企业，啊，家族企业伊就是即边嘛有厝，迄边嘛有厝啊。投资客哦。嘿，台北市差不多成百间有哦，应该是。有钱。嘿，啊，迄成百间吼，伊就迄投资公司啊，啊，伊成百间伊就，敢若是分有毋知有分还是无分，伊就放互一个算讲是一个伊足亲的即个员工的对，啊，签约拢是咱。阮拢甲即个公司签，啊，毋过咱要摕钱的时阵，要安怎拢是甲即个员工咧创。好啊，其实嘛做10外档哦，要做10外档哦，啊，拢。你拢无怀疑吗？无咩哪会无，咱拢去公司迄边啊，嘛有看到因公司的人啊，啊，伊嘛伫遐啊。你嘛感觉是正东？嘿啊，就正东的啊，啊，咱厝税就纳，啊纳了就要10档，差不多10档。那厝税照常咧纳，啊水电钱啊，拢照常咧纳，啊就正常啊，嘛无人敲电话来讲，你哪伫我厝即边啊？你哪无摕钱？无拢无。结果呢，差不多就是疫情，过无偌久，疫情退去了后，无偌久，阮就接到电话，就是迄个投资公司的，伊就讲。你敢捌一个号做啥某咪人？我讲对啊，阮就家钱拢回互伊，然后伊就讲，我们即摆伫甲告，告啥？啊，讲伊拢甲咱厝税拢摕走。侵占啊！侵占哦！你看厝税拢摕了呢，10外档呢，几百间呢。啊，伊公司好负责任，伊拢无收到钱哦。我讲就是钱伤济。你拢无发现10几档？厝伤济，所以讲我咧想，可能是成百间内底，啊分10间、20间，互伊去收，啊收尾啊，伊毋知安怎创着钱，毋知安怎嘿，啊迄个。可能迄校铺内底可能写有入校啊，有入去啊，无去查，无去查，因为查起来几个零啊，伤济，卖算啊，有就好，因为咱迄厝税拢几万块啊，伊感觉小的钱，对啊，啊，毋过10档过后就发现讲，哇，这个成千万，毋知有，应该是无亿啦，就是成千万。听讲，听讲是成千万。趁一世人讲有成千万嘞。你着爱心肝较雄诶。我啥物
案拢接就好啊。对啊，做律师毋是心肝甲向落、拉参落，就是让啥物拢探的有啊。啊，第二步就开始去选举啊。选举，大家支持我哈，然后出来选举啊。对啊，你去，我先甲大家讲我甲你讲，你做遮济迄落枪的啦、毒品的，你去选迄落海线的。这毋是我讲的啊。阮节目拢无咧惊，有一工你就看到动灭，叫做成肉粽安尼，对啊，其实律师真正啦，啊，我熟悉律师有好野的，啊嘛有普通啊的，对啊，律师毋是亲像大家想的，拢是代志毋是五人想的遐简单嘿。毋是拢就有钱。而且恁咧食即个 case， 其实嘛无讲介好谈的。因为我虽然阮若是要去请律师的，感觉讲啊律师费够贵，啊毋过实际上甲恁的做工课时间，要写迄个状子诉状的时间。你讲一审就是足久的，那个半当个一当，系啊，迄时间是足久的。所以有当时啊，迄法官拢会讲，你要和解无？伊嘛要甲你算这。因为对法官来讲，和解上紧啦。恁这15万和解无？15万，你15万，你付律师钱就7万，啊伊付8万，那恁这都和律师加就15万。对啊，恁拢和律师趁了啊，都无恁就和解算起来对无？系啊，根本律师竞争激烈，即摆律师伤济啊，这嘛是一点嘛。律师吼，啊律师敢有讲需要爱有啥物款的人格即个咱讲培养，还是讲有一个道德的一个嘿？律师都无道德啊，无啦，开玩笑的啦。那是你讲的。你敢有一个目标？你当初是要考即个律师的时候，你敢有一个目标？讲我要来做一个迄个咱较有名的律师有啥物人啊？咱较有名的漫画内底较有名的啥物？系啊。律师。陈步堂，咦啊你，你敢有即个目标？想要我要真做迄个人安尼，我要做叫喊律师，宋世杰安尼。还好呢，还好呢。我是感觉我是对会使对一个起我家己的良心啦。啊嘿，就是你替乌青的甲毒品的拍官司，因为大家人拢需要律师的辩护啊，大家人拢有即个权利啊。就是对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的意思啦，就是讲其实法律虽然是讲要甲即个咱社会道德即个秩序啦吼，爱维持着啊，也毋过。所有人伫这面头前的法律头前，其实拢有平等的啦。伊的权利，伊就会当来请律师啦，会当来辩护啦。虽然是被告，伊嘛是有请律师的权利啦。因为伊有可能本地是判7档嘛，对无？啊，咱令律师来接受了就死刑嘛。可能了2档。可能就2档啦，吼，爱是爱关就对啦。系啊。所以我是感觉做律师就是爱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啊，若是歹代志嘛是不要以身试法啦，嘿啊，就是好好啊甲当事人辩护，嘿，做好家己的工作。当事人尾啊，若出狱的时阵，敢有继续甲你联络？啊，你有甲伊出狱哦？嘿啊，你有敢有搁联络？就较无呢，较无应该就是伊就好代志，嘿，好代志。你若有继续找你，就表示讲伊搁继续犯代志啊。有较乖啦，嘿啦，有较乖。主要其实法律的存在意义嘛是安尼，毋是讲要互一个人死，是爱一个人改过向善，这才是法律存在的这个意义啦。是主要是教育啦。好，真感谢林律师吼，今日来替咱。做这个法律的这个普及化的知识啊，咱是义言之声少年人的现役广告电台，咱后届呢继续来空。